激情全運會活力大灣區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澳門體育頻道嘅 Anna。第15屆全國運動會即將揭幕啦！今屆全運會由廣東、香港、澳門3個地區共同承辦，體現咗大灣區城市之間嘅協作能力。通過賽事轉播同媒體報導，澳門向世界展示作為國際旅遊休閒中心嘅魅力。今屆全運會，澳門承辦5個比賽項目，包括乒乓球所有組別、3人籃球所有組別、5人籃球男子18歲以下組、排球女子成年組及空手道所有組別。今屆全運會澳門賽區舉辦嘅賽事有7個場館，其中3人籃球賽事就係我左手邊永利皇宮南門嘅草坪舉行。3人籃球賽事設有男子組及女子組2個組別。澳門賽區將承辦3人籃球全部小項，並產生6面獎牌。比賽日期係今年嘅11月12號到15號。3人籃球嘅特點就係比賽節奏快，非常刺激。全城期待我殺澳門運動員。3人籃球既可以強身健體，亦都可以培育體育精神同埋團隊合作能力，喺澳門深受年輕人嘅歡迎。我哋係澳門3乘3男子隊，我哋喺主場投俾你。澳門一向重視3人籃球賽嘅普及同推廣，籃球總會經常舉辦全澳性3人籃球賽事，參賽隊伍非常多，對於推動本澳3人籃球嘅發展同水平嘅提升起到積極嘅作用。我哋係澳門女子3人籃球隊，我哋會喺主場等你哋，全城期待，我哋撐澳門運動員。永利皇宮南門戶外草坪位於澳門路氹城。如果你係關閘或者港澳碼頭入境，可以坐永利皇宮穿梭巴士直達比賽場館；而喺澳門國際機場，大家可以乘坐澳門輕軌，由機場站坐到路氹東站落車就可以抵達比賽場地啦。至於喺橫琴口岸入境，亦都可以乘坐澳門輕軌，由橫琴站先坐輕軌去到蓮花站，再轉車到路氹東站，亦都可以輕鬆抵達比賽場館，非常方便啊！跟住呢個環節，我哋玩遊戲送獎品，一齊睇下澳門市民點樣熱愛全運會，齊撐澳門運動員。喺11月9號，喜洋洋同埋樂融融。全城期待我撐澳門運動員。